已經成年冇嚟過 M 啦。我嚟 M 前呢就瞓得特別差，有次係頭痛到我返唔到工。咁呢一年咧，我覺得我自己經期咧係好唔準時，甚至乎個量好少，我真係好擔心自己會提早踏入更年期。其實好多40+嘅客人都有以上呢一啲問題，咁喺中醫嘅角度有咩可以幫到佢哋呢？我哋可以透過食療去調節內分泌系統，例如一啲健康嘅脂肪對於荷爾蒙嘅合成係至關緊要，比如堅果類，例如杏仁、核桃同埋魚類，例如係熟嘅三文魚同埋青魚。另外就係一啲特定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，比如維他命 D， 我哋可以喺蛋黃裏面攝取，或者係陽光裏面攝取。另外就係礦物質，比如鋅，可以從紅肉、豆類同埋海鮮裏面攝取，亦都可以通過中藥、針灸、獨特理療嘅手法，配合儀器去調養內分泌，從而改善卵巢嘅功能。